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千多万多，唔代替还残图。这个意思是较早苦劝人做田较实在。那即马会当解说讲是脚踏实地才应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图，读倒图第5条。图就是路的意思，咱讲路途路途。半路咱讲是中途，啊那远路咱讲长途。古早讲到千里路途两三步，讲的就是传统布地戏，以行两三步来代表讲已经走千里远。另外，这个途嘛有头路、职业的意思，像咱问讲人是做倒一途，就是食什么款的头路。啊，那换头路，咱讲是改途；做同款工课，食同款头路，咱讲是上途。啊，那是食正当的头路，做正当的工课，咱讲是正途。命运咱讲运途，用处咱讲用途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共途，有人讲是上途，也是讲食同款头路，或者是做同款的工课。第二个词读做改途，这个意思是换头路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和因某本来是共途，才会来熟悉交往，变做翁仔食。落尾因为大环境改变，饲草慢慢排斥，阿明才会改途去做别项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途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